大家好，欢迎收看8月24下晡新闻，我是张曼婷，做伙来关心今仔日的新闻重点。受到西南风甲低压带影响，真侪所在路大水库传出灾情，嘉南、高屏、花东6个县市停班停课。花莲万里溪放山湖的水溢出来，至少有8万栋。林保署发布警戒，万影响甲红林镇有风险撤离。新增一个查甫人拒绝临检赛车浪港，警方连开6000个压制，驾驶涉嫌食毒赛车。新闻头起先来关心天气，受到西南风甲低压带影响，各地天气是真无稳定。气象署针对17个县市发布大雨、超大水河特报。嘉义、台南、高雄、屏东、花莲甲台东今仔日嘛拢宣布停班停课。因内中大风台沙丁尼，目前是当咧往台湾北部的方向线，拜4到拜5会上挖进台湾。气象署是预计拜3就会来发布海上警报。顶礼拜6礼拜，这方面的南台湾有部分地区淹大水。气象署表示，受西南风、低压带甲热带性低气压的影响，拜1至拜2早起，台南市、高雄市、屏东县甲台东县可能会落局部大水雨，也是超大水雨。就今天上半天来讲的话，其实可以看到，像是在这个南部地区以及东半部地区的一个降雨情形，都还算是相当的显著哦。那我们预计就是说，像是在这个嘉义以南地区，应该说就是在整个中南部以及东半部地区的话，都是容易会有一些局部大雨或是豪雨发生的一个情形。那尤其像是在这个南部地区以及这个台东还有花莲的山区，都是容易会有一些局部豪雨等级以上的一个降雨情况出现。气象署也指出，中度风台沙丁尼目前伫台北东边1500公里远的海面向西北西行。气象署预计拜3沙丁尼行到琉球附近海面的时阵，会发布海上警报；拜4、拜5风台就会上挖进咱台湾。目前看起来的话，大概就是在周4、周5这2天会是离台湾最近的一个时候。那到时候像是在这个北部地区的一个降雨情况也都会有逐渐增加的趋势，然后在中南部地区的话，也可能就是会受到这个台湾外围环流影响之下，也都是容易会有一些局部性的短暂降雨出现。气象署提醒，受热带性低气压甲低压带影响，拜1台湾附近的海面可能会出现8级至10级的强阵风，而且海涌也较大，沿海的民众要爱小心。记者季玉琪、谢桂玲台北报道。因为落大雨的关系，花莲万里溪放山湖的水是已经溢出来，至少有8万吨水量。林保署已经发布警戒，万影响甲红林镇嘛已经有风险撤离。也即届雨势嘛造成花莲县内溪水涨起来，甲这玉中便道抢登去。万里溪涨起来，溪水是有够错漏，因为继续咧落雨。23林保署就监测到水头万里溪放山湖溢流口，这水量是明显变大。透过水位的监测，会当发现讲，24半暝1点开始，溢流的水量是变较大。到早起5点，已经向下骹挂4.7公尺，流几百万吨的水出来。坝体还是呈现不稳定，所以下大雨它还有可能会在下切的一个状况哈，所以我们还是维持就是河道红色警戒之外的这些相关的那个区域哈黄色警戒。万里溪红色警戒会当看到西部大桥已经封桥，万影响保全河32号111人早就伫前一天以风险撤离，避免封桥了后无法度出入。那我们是全面封桥不得让我们乡民进出。为了安全起见，那红林镇伫24早起9点，由警察宣导展开逆风性撤离44户88人。为确保大家安全，现进行预防性撤离。强烈的西南风，这雨是真惊人。除了万里溪放山湖，进前的八大安溪放山湖崩坏受灾户，上界严重的公河乡不走过，较落雨的所在嘛出现积水，一户的居民嘛去用撤离到乡公所。对，都会积水。因为地势没办法这次做水沟好像洞太小，水都排不出去啊。大雨哭到花莲县内嘛有真侪溪水涨起来，小古乱溪、基米段溪水有够错漏，若陆渡溪的水势是直接甲玉长便道中间的桥梁差不多60公尺，甲冲到海去。若花莲的铁基路嘛规个冻点，因为停赛车站一透早就真侪人来到这，这回要转去到高雄的旅客嘛无法度转去厝里。会觉得很困难。就现在都在看车票，不然今天不回不去了，因为它好像全线停驶了。
因为24点钟的雨量已经破200公里，去到60石山的道路嘛已经一风成封闭。官府表示，考虑到有石头可能会落落来，也佫有山壁较松软等等的风险，启动一风性交通管制，所有的人甲车拢敢来当落山，袂当上山。记者综合报道。嘉义为23下晡开始，这雨势就愈来愈强，一寡地势较低的所在，因为大雨落规模。水袂赴透，全出现淹水的状况，居民敢来当冷雨棚，赶紧抽水。要入去庄内的路，因为大雨的关系，拢淹甲看无。嘉义县六家乡的古林村，透早因为落规模的大雨，到达庄内，阁有真侪所在也是淹水的状况。我咧做3点半呀，我抽水机就开始抽啊。对。因看水泥流啊，有去沟啊拢袂停，那我来去。抽水机我来放你开啊！另外，伫东石甲埔子到早时啊要10点左右，雨有暂时无阁继续落。不过，也是有真侪所在淹水，有民众趁无落雨，赶紧带实大离开淹水的厝。就有民众表示，有抽水机到抽，水摕较紧。一早起来是淹去到遐，水倒落来一直消去。伊只是两两支一个支。水门阁无法度，阁共阮，阁这水坑拢一直喷出，阮拢规暝呢，规暝拢无困呢。拢用抽规这个气温。伫山区的阿里山，因为落雨的关系，一直9线18公里的所在有路石崩山，影响交通。乡公所表示，线内进行崩坑的工程，改善这落雨就会崩山的问题。这个地方每次下大雨就会不通了哈。可是我们县政府已经这边要做一个泥隧道哈，已经发包了，近期就完工。完工之后，以后这个不通的情形就会改善。为23半暝开始，嘉义地区就开始落雨，雨量有300到500毫米左右。嘉义县政府表示，虽然中岛镇前雨有暂时无阁继续落，淹水的所在嘛有咧退，嘛是爱呼吁民众毋通挖溪流海边，避免意外发生。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继续来看台南，嘛是连续落几落日大雨，东门医院的固定古迹大东门就有一部分崩落来，加在是无人着伤。也除了这古迹受损以外，永康、仁德甲安南等区嘛拢有传出积水或者是淹水的灾情。那个拖开迎接规大堆，一寡庄仔嘛喷甲规世界。咧台南东门医院的固定古迹大东门嘛号做迎春门。每日透早6点外，当咧做修复工程的城楼北边劈到含铁架，被甘这落几啊天的大雨汹汹放起，加在无造成任何人伤亡。施工好一阵子，可是还是非常的压抑，吓了一跳。修复的进度还没有到达那个所谓的顶板的整体的一个整理的时候。那大雨不断的侵袭，然后渗透这个顶板，然后让水一直连续渗到底下的这个所谓的内层的土方。那古迹受损，落大雨嘛，造成真侪所在淹水。永康区大林街一间自助的洗衫店，前一天才甲淹的水清掉尔，透早水阁淹起来，互业者买好无目屎。那仁德交流道4块位啊，嘛因为大路积水上悬，路规个封起来。开始落就你中啊，阮内底已经入厝去啊。即摆来看东区的有益路嘛淹甲足严重，水淹到骹头有边仔停的轿车，车咧嘛淹半脸悬，互人较烦恼的是仁德的三峡溪，因为大雨落袂停。溪水消无落，已经真花8环关，附近的徛家拢提心吊胆。都有超过半个小时，很急，然后再停啊！我觉得那是没办法的事情。天意没办法。安南病院附近嘛，真侪所在淹水，北门区的金湖国小边啊，嘛互大水淹甲稀咧咧，拢无法度看到路。这阵气象署由原对南部发布大水豪特报，就毋望雨势落较细咧，互淹的水有法度消出去。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这南部的大雨落袂停，国道10号燕州路段早起因为山架放起，这向东的车路是规个土石挡掉咧，无法度通行。当地是已经实施交通管制。早起8、9点的时，向有大量的土石甲树仔落来，挡伫咧路中，造成东向2线道的车路拢袂通。目前国道警察是伫现场咧引导车辆驶往国道3号，也那高公局迄边嘛，当咧拼紧抢修。高雄有几落区这2日的累积雨量是已经超过600毫米，田寮瑞安桥有土石放落来，造成10挂雨失电。也那市区的部分是有一寡所在出现破坑，这公所嘛是赶紧出动怪手去抢修。
区公所派来怪手，当咧抢修道路，伫高雄田寮内安桥这搭山脚，23下晡3、4点，熊熊有大量的土石放落来，甲规个道路冻掉咧，连电火条拢倒去，内底有10外户居民失电受困，公所早起就赶紧派人来抢修。电线一定拢断电啊啦，台电的拢来断电啊。啊，即摆内底阁有偌济？差不多30个人，10几户。这种电线地条足歹用啊，尽量卖费着因台电的复原的。互关电的较紧啊。南安里长表示，受困的居民当中有一位慢性病的患者，佮在人无出什么状况。水邦山区也阁有继续咧落雨，也是希望伫下晡5点会当将道路抢通。那高雄山区雨落袂停，而是真侪所在到早起10点为止，已经累积上百毫米的雨量。高雄市区连续2天咧落大雨，真侪大道路嘛拢出现破坑。伫前镇的广西路这搭破坑有3公尺长、2公尺宽、2公尺深，现场派怪手来处理，结果这怪手虽然落入去破坑内底，抢修作业就要暂停。一片汪洋啊，真正一片汪洋，在阮斗门口口。主管的电报社区也因为落大雨，23开始淹水，所以因为当地抽水机无油，社区全咧做大水，上悬淹到大人的胸坎。洗衫机那拢倒落来，规个冰箱那拢倒落来。啊，你昨淹到差不多偌悬？哦，淹到这个哦。你顶关时就是抽水机歹，佮无柴油啦，要发佮无柴油通个发啦。6点外，佮再只抽水机入来啊。好佳在有里民赶紧去灌柴油来，互抽水机会当赶紧运作。电报社区则无佮继续愈淹愈悬。到家己是社区的水拢退啊，毋过家家户户厝内拢互大水淹甲乱草草，居民是赶紧来摒扫，也毋知这雨是要落甲当时。记者顾兆勇高雄报道。镜头换来到屏东，根据统计，24点钟的累积雨量上悬是已经超过540毫米。内埔、新塘等所在嘛拢有同步积水的状况，也若放料的冷雾河水嘛淹要甲腰遐悬，互农民要靠无目屎。雨落无停，水嘛退袂离。屏东连续落3天的大雨，连东港主要道路中正路水嘛积到脚后倒悬，民众只好撩水马早转。有车辆看到水伤悬，只好驶翻头。嘛有电器行水淹入去店内，骨力台电器机拢泡着水。头家半暝4点就赶紧起来刷位，无奈表示即届比6月25搁较严重。应该较严重，嘿啊。啊，你即摆进前水无来，即届水拢袂来啊，有咧报销伊啊。哦，是哦。嘿啊，因为为进着水就袂使。安尼损失，好，损失了差不多侪你讲有。歹算。可能搁甲进前相共吧，进前损失到3-4只吧。我们早上5点来的时候就已经淹水了，只能这样子而已啊。看什么时候水会退啊？很无奈这样子。对啊。乌石轿车吊到板车顶悬，准备再去修理。新园的港西村积水嘛是超过半粒链啊。对于下晡开始，屏东地区大雨就无停过。地区较南边的内埔、新园、东港那边，拢有通报道路积水，甚至淹对厝内情形。放料嘛有冷雾园淹到要腰部，农民前几工才吹火落去，结果水袂退，预估损失要60万左右。这就有诶，桥啊拢烂去啊，土起来，怎算着水啊就烂去啊。啊，顶回625嘛是头到遮，啊，即件咧较悬小可。礼拜4吹好咧，啊，真已经4天啊，啊，你一礼拜遮水都还袂退。受到西南气流和低压带持续影响，屏东县政府23、24拢停班停课。根据统计，屏东24点钟上悬累积雨量超过540毫米。县府表示，这届大雨总累积雨量，山区上悬马家乡测到1135毫米，平地929毫米，接近屏东县规年落雨量的一半。提醒民众无必要唔通出外，注意安全。记者柯明哲，屏东报道。全国工业总会今仔日发表2026年对政府建议的白皮书，呼吁政府就要加强来支持传统产业，嘛要解决土荒的问题。因若美伊证书到当时也未拍煞，针对这能源供应的问题，政府应该要多元来发展，嘛要先设定好应变的机制。美伊战争拍将近半冬的时间，双方也无法度达成停战协议。美国财政部长贝辛迪最近佮预告，要来开记者会说明新一轮经济制裁伊朗措施的细节。若伊朗宣布已经发现新的天然气的油产，针对美伊等国际政治经济局势变化，工总对能源供应发表看法。原料供应的危机反映台湾供应链长期以来过度的集中在某一个地方，建议政府以储备代替。替代分散为核心，
确保我们能源还有关键的这个原材料的库存。工总伫2026年度提供予政府的建言白皮书表示，台湾高达97%的能源是外口进口，能源也有基础建设的韧性爱抗大升，加上中东战事升温，互国际油价对咧加悬，一桶油八冲破119块美金，推升国内输入性的通货膨胀的压力。更加是显示台湾能源供应的脆弱性，就摕台湾发电占正大面的液化天然气来讲，若去拄到封锁，台湾的天然气就有可能会断站，甚至拄到全面失电的系统性危机。对一般的中小企业来说，的确是有相当的难度。所以说，包含毛利率的冲击，包含库存的调度，甚至说整个运输的这个货运的这个成本提高，这个对台湾来说的这些企业们呢，这的确都是一个一个要重新检视。工总表示，呼吁政府伫能源方面一定要多元化来发展，尤其是用电大户一定要家己设立电厂，才会使来降低整体供电压力。因为产业唔惊挑战，上惊的就是供电无稳定尔。对着台湾的产业发展呈现畸形分化现象，工总嘛提出建言。台湾不能只会AI的人才虽然很具备赚大钱，但这些百工百业啊，还是让它翻转，也要让它翻转出来。工总表示，目前伫东南亚也个亚洲，台湾虽然享受 AI 带来红利，毋过伫团产建筑业却相对的冷淡，呼吁政府就要关心团产。另外，基本工资起价，只要企业有趁钱，就免惊替员工来加薪水。记者综合报道。立法院今仔日继续审查监察委员的人选，被提名人之一依还落监，因为有民进党籍英国国捌支持大罢免，所以立场是受到质疑。也那另外一位被提名人林嘉焕，因为英国捌做过促转会委员，有立委是甲问讲对移除维权的看法。立法院2是继续审查第7届监察委员的人选，方提名人之一，泰雅族的人类学学者伊班罗干，有民进党籍，过去嘛捌支持大罢免，所以互立委质疑讲，伊敢会当超过党派独立行使职权，还阁有伊安怎看待行政院长对英台唔附属立法院3读法案的做法。行政院现在不附属，您觉得合法吗？经过等于说复议。贵大院还是那就必须要。请问你是不敢回答，还是您进去之后您会秉公处理呢？立院的这个调查权主要是要履行立法或者说预算审议跟政治监督所必要的这个资讯的取得权。可是监察院的调查权目的呢，主要是要追究违法失职。促进制度改善跟保障人民的权益。对各界废除监察院的主张，伊班罗干就指出，应该经过修宪谨慎来讨论。也那立法院甲监察院的调查权功能是互相补欠的，袂当互相取代。另外一个监委方提名人，捌做过促进转型正义委员会委员林嘉焕，是互立委问讲，甲维权上顶刷掉的立场。你现在还认为？中正纪念堂不应该存在，然后我们所有钞票硬币上的蒋中正先生的肖像都应该去除吗？不是说一定要去除而重点是在于透过这个威权象征，可以让大家对民主的政治民主价值可以更加的确认跟认识，可以加以处置。法律的规定很笼统就是违法失职就可以启动监察权了我们希望这个监察院在执行这个相关的职权上面，能够有人权这样的一个角度。因为监察院目前设置国家人权委员会，林嘉焕嘛甲监察院转型做人权院的建议讲出来，互监察权会当落实促进人权。记者综合报道。新北市新增有一个查甫人拒绝临检，阁塞车浪港，甚至想要弄警察。警方是连开6枪，甲压制一个驾驶的刑砍着枪，坐伫伊边的查某人嘛着伤，送病院治疗。后来警方伫咧车顶有抄着毒品，认为讲这个驾驶可能有涉嫌食毒塞车，会阁进一步厘清。白色的车驶一匹无尾行，看无路通走，雄雄捌去弄警察。警察迅速闪开，惨惨就为车门甲链仔开6枪。你要撞我我搞错，撞我们警察。警方开枪控制混乱的场面，嘛造成驾驶座查甫人轻砍着枪，副驾驶座查某人骨折，经过送病院治疗，目前拢平安。警察一办案办很久，一直叫伊就出来，伊不出来。我在睡觉，然后我想说，谁在那么晚无聊放鞭炮，我就起来看一下，就是听到嘣一声之后，才开始有开枪的声音这样子。
昨暗开枪的声传出来，在地住户嘛惊到，等来到现场，伫咧新北市新庄地面阁有车壳的碎片，相当的警察车嘛伫咧遐。因那这件代志，涉案的47岁姓周的查甫人，伫咧40岁姓高的查某人，经过双红路，因为等红灯的时阵，对着机车停单区，引起警方的注意。不过伊拒绝检测，直接走咧弄，刷落来阁挑伊股弄警察。民警立即依法使用警戒，朝车辆击发6枪，制止停车。随后，民警迅速控制车内2人，现场查获疑似毒品、烟弹等证物。刷尾警方伫咧嫌犯的车底抄到新的甲用衰毒品，初步检验是2级毒品依托米酯，所以怀疑嫌犯有食毒驶车，也毋过搁要等待进一步调查厘清。记者综合报道。刑事局掠到一个洗钱的集团，主嫌原本是伫咧上班内底设跋筊的机房，后来风声讲警察伫咧追查，就转移地点，不过最后也是去互刑事局掠到，当场是超出上千万的现金，甚至查出讲这水房不法的金流有37亿元。目前这主嫌是已经上班并且交保，因那警方是继续追查共犯。刑事局的人员来到这栋大楼内底敲，尾啊，就伫咧保险箱内底敲出真大条的现金，才全是不法所得。刑事局追查37岁姓陈的主嫌，原本伫咧台中真侪大的上班，来设跋筊网站的机房，尾啊，互集团的成员改伫咧厝顶上班，安尼来闪追查。刑事局的中部打击犯罪中心随着整合警力，做伙组成专案小组去现场讲，现就掠到姓陈的主嫌等24人嘛，伫咧保险箱内底抄到1688万的现金，尾啊，搁找到32岁姓蔡的查甫人秘伫咧邻家厝内底，利用真侪间人头公司来到非法的金流系统。来当作水房，过手的金额一年就突破37亿。用集团所设立多家人头公司，充当赌客赌金的出入金渠道，并将蔡姓负责人等3人查缉到案。刑事局将主嫌等的人上班，那姓陈的主嫌是30万块来交保，姓蔡水房的业者也有其他涉案人员，分别是以3万块到5万块不等的金额来交保。警察是继续扩大追查后壁的共犯。那面对这款跋筊，也有洗钱的犯罪是一直在出现。犯罪防治专家就讲，这遮尔恶查的原因，就是因为犯罪形态科技化，也有分散化。利用了这个许多的这个最新的科技，包括居家办公或者是分散这个不同的据点来进行会诊的时候，最重要的那它就是利用网络加上跨国的这个特性让政府的追查还有被害人的报案都非常的困难。学者讲，除了警政单位爱针对非法的水房，也有虚实的行号来查缉，民众家己嘛爱较敏切的，千万唔好相信不明的网络投资，也有跋筊的平台，才袂去用拐骗去。记者综合报道。前一阵仔，中联的油出问题，有民调显示讲，52%的民众是对政府处理的速度无满意，也那61%的民众是对这查核机制无信心。民团都呼吁政府爱来检讨食安的标准，佮有查核机制，尤其是针对造成食安问题的业者，应当爱个较严格来处理。前一阵仔，中联油脂的问题又引起社会大众对食安甲对政府危机处理的关注。有民间团体做民调，针对食安冲击来看民众对政府施政的满意度。民调指出，有52%的民众无满意政府对问题有方准甲落价的反应速度，有73%认为物件爱低干不能检出才通卖，嘛有61%的民众对政府查核的机制无信心。政府应该针对致癌油采取最严格的禁售标准，从源头消除民众的恐慌，来落实食安的零检出，建立更严谨的查核机制，来防止黑心业者以虚假的数据来拖延政府下架与查扣时间，来彻底解决的查缉速度慢的痛点。有学者认为，民调当中上值得注意的是中立选民的态度，有几项是压倒性的。其中对政府食安查核的信心度有66%无信心，对食安会计会计使用20%以下的问题又免落价，嘛有66%无满意等等。学者认为，这拢反映下党派选民的烦恼，政府也应当来重视。部分不管是在选举或是公共政策上面，它都有一定的影响力。中立的部分，这些选民仍然整体而言非常担心我们现在的食用油以及政府的这个处理的态度。
根据这摆的民调，有87%认为违法的企业甲负责人应当要受到重罚。兵团甲学者共同呼吁政府要检讨食安标准查核机制，对造成食安问题的业者嘛，应当以更较严格的处理原则，才通维护大众对食安的信任。记者卢尚珠、郑俊佑台北报道。换来关心国际消息，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已经拒绝前国防部长呼吁讲要举行战时大选的这件代志，而且佫警告讲，这罗西亚是暗算要出动30万的兵仔来占领规个乌东地区。伊嘛佫一再强调讲，乌克兰就是要加入北约，因为这才是保障国家安全唯一的方法。乌克兰国旗伫军乐声中慢慢升起来，为着要庆祝乌克兰国旗日，侪侪波罗的海甲北欧的国家领袖，拢来到乌克兰首都基辅，甲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台。英国新任的首相必然的头摆出访，而是选择来到乌克兰，伊个将会重新对乌克兰军事甲财政的坚定支持。面对前国防部长费德罗夫呼吁举办战时选举，未需要逼于落台的声音，泽连斯基伫个基督早餐会发表谈话，强调团结的重要性。Взаємну підтримку, таку потрібну для національної єдності, запоруку вміння прощати одне одного. Прощати це не слабкість, це важлива умова, бо лише не розколота Україна зможе здобути свій сильний мир. 费德罗夫最近常常出招，伊接受英国广播公司的专访，强烈要求泽连斯基必须要公开回应政府高官偷用公款洗钱的贪污质疑。不过，对着费德罗夫提议的战时选举，泽连斯基表态拒绝。伊认为战争中选举就亲像海啸，会分裂乌克兰。根据联合国难民署的资料，乌克兰目前有将近600万难民伫国外生活，国内是有370万人流离失所，另外佫有350万人生活伫罗西亚的占领区。Even though Zelensky has said today that this would divide the country, he has previously said that he is in support of elections during the war if they can be done safely. But that would involve military protection from allies, and allies have been loath to send in any troops into Ukraine's territory. And even if they did, it's not certain that they could protect from Russian bombing. And would Russia stop bombing just so Ukraine can hold elections? 除了内部的风波，前线的战况同款严峻。泽连斯基表示，罗西亚预计伫9月中旬国会选举了后，即个征调30万兵力投入对乌克兰的战争，希望伫年底进前彻底占领乌克兰顿内斯克的地区。泽连斯基强调，乌克兰绝对袂退让，相信嘛中心袂寻求加入北约以外的替代方案，因为只有加入北约，才是保障国家安全、真正有法度解决的方法。公司新闻陈伟仁编译。泰国南部的边境拜六是发生大规模暴力事件，一个暗时就51件放火、爆炸等案件，而且目前是也无任何的团体承认犯案。22暗时8点开始，真侪所在是连续传出爆炸、放火、抢案，还有破坏公共设施等等的事件。一寡基础设施、还有监视器嘛，拢去互人破坏了。当局是紧急宣布实施宵禁。也若泰国总理嘛召开高层会议来讨论看要安怎处理。继续来看非洲西部的国家基瑞亚有一个大型的粪扫山，昨是熊熊放起，这大量的粪扫怎安尼冲入去人家厝，上无是造成30个人死亡，22个人受伤，也若目前是还阁咧搜救。救护车赶去事发的地点，民众协助甲伤者扛上车。真侪人也是唔敢相信，这座累积真侪重的粪扫山，落尾竟然跌死几60条人命，而且真侪人是伫咧协助救援的时，互第二届的帮力抬起来的。Quand les jeunes se sont mobilisés pour aller là-bas, il y a eu un deuxième glissement maintenant. Toutes les personnes qui sont parties là-bas pour secourir, ils sont tous restés dedans. 这场严重的意外发生在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当地时间8月23半暝2点外，因为几内亚目前拄啊好是雨季，连续受到严重大水河的侵袭，雨水直直强，互这座囤真侪冬的大型粪扫掩埋场结果放起，大量的粪扫对土石瞬间规个平落来，甲下底的铁道甲徛架拢抬起来，真侪民众当咧困，根本袂赴得生。消防人士强调，差不多1冬前，因对政府提出警告，必须要赶紧甲这座上大型的粪扫掩埋场关起来，若无总有一天会出意外。Donc le conseil qui a fait aujourd'hui cet éboulement, moi j'accuse l'État parce qu'il n'a pas pris les mesures pour que la décharge soit fermée.
真内亚政府已经动员军队甲重型机区透明搜救，罹难人数恐惊会阁增加。真内亚总理也来到现场，不过真受人口舌甲心肝疼的是，政府官邸伫出代志迄天要正式甲这座掩埋场关起来，而且进前也已经甲周边的居民发出特例通知。没想到伫关进前就发生悲剧。这座粪扫山伫2017年也捌发生过类似的崩塌的事故，而且造成10个人死亡。公司新闻景元庆编译。镜头转来到咱国内，卫福部金门病院有护理师指控这护理长是长期甲刁难，提出工课场的霸凌申诉，说伊无成立来结案。事后是阁互人记4期新界，考绩嘛受到影响。即位讲病院是咧甲算小，要求卫福部就要阁重新调查。护理长刁难我的假已经不是只有那一次。赖小姐是金门病院的御用护理师，并不是公务人员。伊流目屎，指控门诊部的护理长长期挑战伊排班请假，因为伊的爸爸中风，加上查囝破病，需要定期返来台湾看诊，向护理师也个护理部的主任来请假，说互伊无完成手术，互控制来处理，互伊压力是非常的大。一年来已经瘦34公斤，搁治着忧郁症。旷职的公文跟我说，我要自己回去准备，准备好之后交给他，然后交回人事。是我回去的时候才看到，那是一份我要去说明我为何那一天会旷职。那赖小姐，这病院内底总共有7位的护理人员，找护士工会来斗3工。其中2个人向院方来提出工课场霸凌的申诉，目前敢若剩赖小姐继续来做救济。工会表示，院方最后敢若通知霸凌无成立，无讲明调查的原因，嘛无提供完整的资料。事后院方阁以赖小姐休假期间去中国旅游做理由，改记4届新界114年的考绩嘛，向地做是1等，嘛无提供具体评判依据。这是事后的算小。我们当事人是在我们工会的一个积极介入跟协助之下。我们的金门医院还可以这样子违法滥干，一直不断的违法，然后呢，告诉我们工会他们都没有违法。金门医院的霸凌事件我会请医福会，那么在进一步的了解之后呢，那么再来做后续应有的处理。护士工会强调，金门病院是金门地区真重要的医疗的大条。当第一线的护理人员因为申诉检举，或者是找工会来斗3工，都要安尼心来惊吓。受影响的唔那是刀工尔，更较可能影响离岛护理人员留任，也有医疗的量能。所以呼吁卫福部要成立外部的调查小组，重新启动工课场霸凌的调查，并且建立反报复也有公开监督的机制，才会当避免类似的代志搁再来发生。记者综合报道。昨伫咧新竹外海是发生火烧船的意外，海巡出动4只巡防艇赶去救人，加在这船长甲3个船员已经互人救起来。船长表示讲，可能是咧收网仔时燃机导火，才会造成这届意外。海面上高高的乌烟直直庆祝园，那像有渔船导火，状况真危急。8月23下晡4点外，海巡署第3巡防区接到船长的通报，讲渔船伫新竹西南边差不多5.5海里的海域导火，遂出动巡防艇赶去救援。这次总共派出4艘巡防艇。那我们的巡防艇抵达现场了以后，发现船长及3名船员共4人已经由附近的友船救起。大声到位的新竹海巡队巡防艇随泉水炮拍火，台中海巡队巡防艇到位了后，也共同协助。这只新竹籍船顶的2个本国籍甲2个印尼籍船员有及时得生，互附近的船家救起来，意识清楚，无外伤甲就医的需求。他表示是在他们渔船要起网的时候，轮机部发生起火，那火势很凶猛，也很急。消防局接到通报了后，出动3只救护车、6个警消人员去到新竹渔港安检所提名救援。加在火势无偌久，就顺利拍花，船顶的人员也拢平安回来。记者综合报道。换来看台北市南港社体，昨暗是传出电梯故障，有2个住户掉伫咧内底，加在是有顺利救出来。不过这电梯其实已经毋是头一届出状况啊。有住户讲，伫咧半年内伊就害要100届。市府是表示讲，这回是因为有塑胶卡条例，也若未来会搁加强巡检。画面当中会当看到电梯发生故障，民众掉伫咧电梯内底，坐伫涂骹等待救援。代志伫咧台北市量体上大，1442户的南港机场社会主体发生的。消防局接到通报，赶到现场，将掉伫内底的住户救出来，好佳在无人受伤。
其实已经导致了大家对于社宅品质的堪忧，那甚至是有这种搭乘电梯的 PTSD。大家说现在搭乘电梯很像在赌命，而且还要早晚一起共行。其实南港机场社会主体电梯发生状况，不是头一摆啊。机关就指出，有住户统计，大一批半栋内各种买100摆，除了要求台北市府改善甲会当安全使用，依照合约该罚钱的就爱罚钱，该赔偿的就爱赔偿，那需要换厂商就爱换。住户就听天由命了啊！像我们这个老会啊，怎么办？心脏病呢？我楼下15楼就是他跟我讲说，像大怒神啊，他吓得脸都发白啊。昨天好像有再维修一次，有时候会这样晃，嘿，那有时候停住这样子。可是我觉得最近应该有改善吧，因为我们这栋比较少听到。有住户就讲，电梯确实定咧维修，有住户认为电梯的问题有改善。针对23发生的吊电梯的代志，台北市诸多中心就表示，是因为塑胶的物件才造成的。社宅自入住以来，电梯异常通报原因不一，包含设备异常、安全装置作动、供电条件及使用过程异物等情形，并非均属设备本体故障。本次议员关心案件是因塑胶异物造成。台北市诸多中心就表示，社会主体拄碰的时阵，确实有较侪异常，会和相关单位检讨，其中有一寡部分甲供电的电压有关系。调整了后，异常的频率已经有降低啊。目前已经有加强逐工的巡检甲异常通报的处理。也若同一只电梯也是烧伤的原因一直发生，嘛要求维护的厂商进一步检查，而且提出改善的措施。记者综合报道。依然有一寡所在不时会传出歹味，互民众检举。不过，新解释发现讲，这县府煞拢无伫这个地点设置空气污染监测器，到今拢无解决问题。县府表示讲，这微型监测器是无法度监测歹味，敢若会当测污染物的数值，就要等中央定出规范，佮有验证机制。像安尼是要安怎生活啦？报案拢无效吗？怨叹讲报案拢无效，依然大进村一间肥料厂，逐摆厂房的门开开，臭味熏到满满时，影响在地居民足侪档啊。王先生这7档内已经针对臭味的问题，甲公部门检举100多摆。因为这个臭味是一阵一阵、一阵一阵啦，变讲入来的时阵，咱闻到真臭，不过伊大概5分钟、10分钟它就没了。风吹过去，对，人来了也没了。对。王先生讲，逐摆若闻到臭味，甲环保局检举，毋过人到位了后，检测的相关数值拢合格，毋过臭味应用伫咧环保局到场进前就会消失。等到环保局人员到位，上了时间啊，检测的时机拢未拄呛。根据宜兰新建设的调查，全县的环保局已经有用150组空污微型检测器，毋过像讲大进村这款定咧防检举的所在，却无伫咧附近500公尺的范围内底有装这个物件，而且经过稽查管制了后，问题一直都无解决。那中央目前所跟各县市合作的这个感测器部分，我们县内有150组，那它是针对粒状污染物，也就是 PM2.5 的部分去做监测。县环保局就表示，目前用的微型检测器，敢会当测到 PM2.5等等粒状污染物的数值，臭味等等的气状污染物，要搁等待环境部统一订定相关的技术规范，还有验证机制，再当增固定式，也是锁档式的检测器。原来针对臭味污染物的管制标准，凭其他县市更加严格，会继续巡查解决县内臭味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桃园虎头山创新园区这几年营运的状况是无介好。审计处发现讲，已经连续3年收入减少，过了钱，拍算要推动民间企业来投资甲营运，却因为牵涉多间也未定案。经发局表示讲，已经有初步咧规划，会到分阶段来推动。绿地老树也有在动的建筑，虎头山创新园区2019年6月开园营运，初期将重点放伫咧治安物联网，也有车联智慧驾驶等等的新创技术。毋过这营运的经费是无法度家己满足，所以改用促参的模式。不离个审计处的调查发现，创新园区的营运连续3档直直倒，而且佫倒塌。促参案嘛，因为牵涉都市计划变更，也无定案，这转型计划就要佫改善。觉得很可惜是吗？对，可惜啊，这么好的一个地方啊，又有那么多树，为什么厂商他们会撤走呢？是没有什么优惠吗，或怎么样？难得有一个高大的树啊，蕨类也养得很好，草地也很宽阔。刚开始设的时候，还有很多厂商，因为它这个最主要是要给厂商进驻嘛，但是我觉得都没有好好的经营了。
审计处讲，园区内底建筑部分使用的效率偏低，营运的收入连续3档来下降佮倒塌。2023年年收入是433万，2024年是273万，2025年佮降到190万，要求经发局爱改善。目前园区共有11栋建物，整体营运绩效不理想。112年短促535万，113年600万，到114年仍然580万。虎头山创新园区因为是属于机关用地，那目前的建筑物已经有80%左右招租出去。经发局表示，这整体园区的营运袂当干那将盈利当作是上界要紧的目标，部分的活动是无收钱的，无法度像商业用的园区安尼共款来趁钱。若园区的转型，将来民间参与公共建设的模式来进行。目前先期规划评估报告已经通过啊，当咧准备招商，未来希望向兼顾市民休闲也有产业发展的应用场域的方向来打拼。记者综合报道。过动症的药啊，利他灵验出阿硝阿不纯物超过标准，目前是已经暂停输入。按算到明年2月才会当正常供货。也若是药处是表示讲，替代药的供应量无问题。除了协调输入的学名药，增加输入供应量，也核准了国内药厂专案制造，并辅导其取得药品许可证，以补足利他能因品质问题所造成的供应缺口。食药署除了继续监测相关药品的供应，嘛必要时嘛针对欠药的应对措施来设置。也未来药厂恢复供应了后，嘛打算要突破检验来加强监控。台湾伫咧8月2到30要举办头一场运动恢复手法的比赛，吸引日本、香港、马来西亚等国家要100位选手来参加。透过比赛，嘛互超过2金的专业师傅有机会会当互相交流等功夫。伸展内侧之外，他的膝盖也在按摩他臀部的肌肉。国际运动恢复专家现场示范哑铃的手路，倒伫哑铃床顶的模特儿，规个慢慢放轻松。台湾运动恢复协会8月2到30，伫国立体育大学举办台湾第一场运动恢复比赛。仪式的赛前记者会就请有超过13档实务加教学经验的哑铃大师到场，要来甲比赛者和同业交流。运动健身的风气伫国内愈来愈时行。2015年，台湾运动产业的总产值就已经预估将近8000亿。相关的工作人员嘛，大约有20万人。不过，强化健康的身体，甲挑战极限，身体难免的疲劳需要恢复。政府甲哑铃的产业嘛，开始伫台湾发展起来。运动按摩也好，然后做脸部按摩也好，或是泰式按摩也好，或是传统整复都有，但是其实大家做的事情其实都很像在关起门来做。那其实这次的比赛就会变成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平台，让大家可以一起的分享，然后一起的交流。这届比赛除了台湾，还有对日本、香港、马来西亚等国家来将近100名的选手做伙参加，其中超过40个参赛者是综合福建哑铃、泰式哑铃等多元流派和手路。台湾运动恢复协会表示，这场比赛是台湾运动恢复产业一届交流甲观摩的机会，对加拿大来运动哑铃教练观察台湾的产业生态。嘛坦白讲，运动恢复这方面的发展潜力甲市场真大。Well, the potential is incredibly huge, especially for many sports teams. Whether the body is being put through plyometrics, various positions, various movements. 主办单位嘛，伫个比赛前提早公布国内头一批运动哑铃合格裁判的名单，就是要提升国内运动哑铃甲身体工作的专业公信力，建立相关的标准甲培训的制度，期待培养台湾本土的裁判，未来伫个国际交流的活动甲比赛顶面，会当为台湾争取更加侪表现的机会甲地位。记者综合报道。社区的保全是维持治安真重要的角色，不过这保全无一定是人，嘛有可能会是机器狗。美国有社区出动机器狗做警卫了后，唔但犯罪案件减少，而且这费用佫敢若人的一半，互当地居民是真满意。Do you have the name, Offie? Yep. That's cool.
这只叫欧比的机器狗，唔来甲居民沟通，嘛会脚举起来，甲人小笑问。亚特兰大这大治安无偌好的社区，自从加真警卫换做机器狗，担任夜间加州外的保全工作了后，居民的生活品质明显提升。Residential burglaries have reduced by 100%. Vehicle theft has reduced by 75%. Vehicle break-ins by 65%. 保全业者表示，原本这项工作由2-3个真人警卫负责，不过，发生一阵生份人走入去社区的停车场，互警卫会惊无法度应付。即马改做机器狗来处理，问题变得简单真济。So the wrap up just goes, ask them to leave. If they don't leave, they call the police or they get me their information so we can send police violations. 这个真正的机器狗有装 AI 驱动摄影系统，不过后壁当时有人操作。当伊甲人进行言语沟通的时阵，实际上是幕后的装假人透过摄影机伫甲居民对话。当地居民为感觉奇怪到欢喜接受，其实经过一段适应期。Well, first impressions, I didn't know. I was like, oh, you know, it was something strange like a video game. But after I got used to it. It's a safety. He's friendly, see everything, and keep the bad people away. 业者表示，机器狗保全的表现互人懊恼。敢若伫亚特兰大相关业务伫短4个月内成长3倍，已经卖出120只机器狗，而且比起传统人类保全所用的成本，差不多省一半，而且未来会有真大商机。公司新闻詹慧敏编译。新闻的最后，做伙来关心各地头的天气。北部上低27度，上悬29度；中部上低26度，上悬30度；南部是为26度到28度；东部为26度到28度。外岛地区为27度到31度。感谢你收看今仔日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张曼婷，咱明仔载同一个时间再会。